8月20日星期五，美国总统乔拜登正式提名职业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为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前，芝加哥市长和民主党重量级人物拉姆·伊班纽尔为美国驻日本大使。白宫方面还宣布，这些得到提名者的大使职位还需要在参议员中得到确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周五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写入其中，并取消了有关超生罚款的规定。中共中央5月31日召开会议，宣布该决议旨在发展中国人口结构，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保护人力资源。据报道，伊朗新任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向议会提交新内阁名单中没有包括女性和逊尼派，这引起部分参议员的质疑和不满。东突厥散组织国际联盟及其成员组织的支持下，索图克布格拉罕科学与文化基金会组织于8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了东突厥散学生毕业典礼，近150名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至今未承认塔利班的合法性，也没有同这个武装组织进行政治对话，只有为拯救生命有关的操作性接触。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表示，自8月14日以来，已有17000人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撤离，其中2500人是美国公民。自7月初以来，德国的感染率一直在增加。德国联邦疾控研究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称，德国已经明显开始了第4波新冠疫情。在许多地区，只有接种过疫苗、治愈过或检测结果未呈阳性的人才能进入封闭空间。当地时间8月21日下午到晚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数百名民众与以色列士兵发生激烈冲突。当日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宣布，他们将对边境示威期间一名以色列士兵被枪杀的事件作出回应。